波波字，跟住係呢個係好勁啊！好勁啊！暫時應該係華基啊，華基啊，三中應該係老師啊，四車啊志哥，五車阿棍啊，冇事啊，暫時見到都係冇事啊，低埋低位啫，唔好係一次碰撞啊！幾好啊！大家兩樣都好好啊！哇！華基一號都好快喎！ 8分鐘賽事啊，暫時五機華基，第二位波波池，第三位應該係老師，第四位阿棍，第五位志哥，第六位呢個，第八位大雞，第八位呢個六位嘅其他啊，第三位變咗阿棍啊，而家。 第四位就阿龍啊，第五位志邦，第六位細雞，第七位大雞，第八位 Max， 9位老師啊，等我落仔。暫時咧，頭呢一個車咧都係由華師咧帶住波波池啊，華師跟住仲有8啊，甩咗左右啊！左右啊！阿華呢隻車咧，好似直路咧就有少少優勢㗎。阿波波池嘅車咧就翻路咧就唔搞啲，暫時兩架車咧喺度就俾條躝啦。啱啦。 嗱，唔緊要啊，前嗰個咧佢唔係帶頭啦，志哥已經變咗添㗎啦。哇嚇，波波池好有禮貌啊，俾阿華行翻先。哎，嗱，冇事，喂，嗱，波得靚啊，波池做得好。啱啦，兩個手之後咧，阿棍就追近咗啦，一邊執雞啊。我六車3號車啊，啱啱得嘅過咗啊，華基啊嘅呢啲啊，前面底頭咧就8雞帶過嘅沙士嘅呢啲啊，二車咧就係華基嘅And the running order is 1, 2, 4, 後車好近啊！哇，行唔到啦啫，甩啲啊！哇！Kevin，盡量唔好掹嗰個位 ，Kevin。跟住係啊，嗰位啱啱嗰個雙位，而家仲有4分半鐘啊，4分半鐘啫。哇！好熱，頂撚住你！盡量唔好講錯，因為現場收錄啊。 哇！minutes remaining, and the running order is 晒埋啊！ 6, 7, 喺度啊，有啲 A 平高啲個班等我哋3、4、8升埋去，呢段時間搞完之後咧，華基一間先上翻嚟啊！時間跑咗1半，仲有4分鐘，4 minutes to go，4 minutes to go。第4位慢慢上翻嚟咧，就係82號車 Big Chicken 啊 ，Big Chicken 上嚟啊！第5位 Nesma， 第6位蘇根奴，第7位可樂仔，第8位志邦，第9位老師，第10位士摩Chicken。由於頭先咧士摩Chicken同埋志邦呢個黑啲啊，所以啊比較後啲位置嘅。咁前面睇翻先，暫時都係8雞翻波波池。哇！睇嚟升咧直路尾嘅，一大少少啊！ 3,
咁啊，問一問我哋有人，我哋有 M 佬嘅 friend 啊，志光啊，我嗰個一手同埋一標員，最正就好拎高咧，都好玩對啲咧，有打師兄咧就比較緊張。咁聽講咧，而家成新聽啲嘢暫時有打，而家有2分半鐘，仲有2分半鐘。嗱，呢個十個老師頭先嘅3號車咧，就係嗰個時68應該係啊，跟住咧就到99號嘅華基。Currently, 6 minutes into this race, 2 minutes remaining, and the running order is 4, 1, 2, 10, 8, 7, 8, 9, 6, 7, 5. 打橫咗個車佢已經啊，即係華基短收收唔住啦，同埋揸住車慢咗啊，突然間又好慢，可能有少少 O 翻啲啊。呢段時間咧點？翻啦，翻時開始我哋仲有1分鐘時間。我最後1分30秒，1分30秒發力啊！睇先。分和咧已經拋離咗3個彎㗎啦，即係3號車綠色嘅 FP， 跟住後邊咧就係見到17號嘅華基啊，唔係99號華基，跟住就68嘅沙田咧已經開始做啦嘅車啊，哇！個風板，最後1分鐘唔關於做乾脆，1分鐘時間班3手而家好攰啦，因為2車而家就係沙田3車就係華基啊！死無事我點解有咩異樣啊？係最好咧就係識傾啦，笑住啦。華基咧都係罩住行出嚟笑緊嘅應該係啊，不過陣間啫喎。加時咧就暫時咧就個樣都平靜嚇，冇乜壓力咁樣。但係一拋離咗，而家有10個車位，最後一圈啊，last step啊，睇下有冇機會啦。4, 3, 2, 1。3車位啦，喺台邊睇下。2車而家預備啊，最後一圈翻嚟衝線，出緊嘅請落，覺得啦，點解難追啲啦？頭先翻嚟衝線綠色嘅1車、2車、3條、3車、華基，4車咧應該係。